这是地雷，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审批通过2020年至2021年年度预算；藏人行政中央嘎下为预防冠状病毒蔓延，禁止公众聚会1个月；藏人大学生荣获印度南部芒格罗尔大学最高学县金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于本周二3月17日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中召开。本次会议因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将议程从10天缩短为1天。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久乃在致开幕词时指出，为期1天的预算会议将严格遵循既定议程，其中包括审议和通过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2020年至2021年年度财政预算，以及官方哀悼和声援决议。在当天的议程中，议会议员们一致通过了2项官方哀悼决议，其中包括自奋抗议中国错误的治藏政策而牺牲的西藏阿坝麦尔玛藏人云丹，以及第12届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格西拉让巴扎西简赞不幸逝世的悼念决议，并通过了声援境内藏人的决议。此外，在为期1天的会程中，议员们就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年度财政预算进行了审核，并批准了各部门27亿1400多万卢比的预算。另外，由于中国武汉爆发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各国蔓延，藏人行政中央嘎下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在藏人社区的蔓延，于3月17日发布通告，敦促在印度不丹和宁波尔各藏人社区的寺院、学校及养老院取消所有公共聚会活动至下月中旬。通告还呼吁各藏人社区的寺院禁止信众朝拜和举办大型佛事活动，所有寄宿制和日制学校至少延期1个月开学。各藏人定居点的养老院除了工作人员和护士外，严格限制所有外来访客。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和下属地方一级的所有公务人员推迟所有访问和会议行程。除此之外，至少在1个月内不得举行任何会议、培训和讲习等活动，严格遵守各州政府发布的疫情预防指导方针。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于近日致函祝贺就读于印度南部芒格罗尔大学的藏人大学生扎西拉姆女士，于2月27日在该校举行的第38届学术会议上荣获最高学衔金质奖章和奖金。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在贺函中祝贺扎西拉姆女士取得非凡的成就，并鼓励其他藏人青年从她身上吸取灵感，追求更加卓越的成就。扎西拉姆女士于2017年5月在印度瓦拉纳西的西藏高等研究学院获得佛教哲学硕士学位。2019年7月，她在印度南部芒格罗尔大学毕业后，获得该校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就为你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信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